Hello 姐姐，你好啊！好，你叫咩名啊？叫阿 s t u d e 可以叫阿詩。阿四好，幾多歲啊？姐姐你我係39歲，39歲，結咗婚啦未啊？結咗，好，有冇小朋友啊你？我有2個小朋友，嗯，第一係16歲，第二係10歲到咯。好，OK，16同埋10歲大個啦，你個仔女都，OK，係我見到你哋之前第一次嚟香港，2010年到2014年係香港邊度啊？姐姐？天水圍，天水圍，OK，你照顧婆婆係咪啊？婆婆80歲，係啊，80歲，同埋有3個貓貓咯，3隻貓貓，哇，好係啊，得意三隻貓貓。，OK，哦，同埋太太先生嘅。唔係太太先生，呢個係哥哥同埋姐姐，佢哦冇結婚啊。哦，嘅意思係婆婆個仔同埋婆婆個女冇結婚嘅。啊，係。OK，小姐同哥哥佢大概幾多歲啊？知唔知啊？都係嗯，40歲同埋50歲啦，就唔哦，OK，不過佢都返工啦，係咪？係啊係啊，返所工。以所以你成日都同婆婆喺屋企，咁婆婆佢健唔健康啊？姐姐80歲個婆婆。以前係健康，我陪佢係嗯街市啊，行下啊，同婆婆行嗯街咯。去公園做運動啊，你去覆診啊，都係，你搞掂嘅，OK。咁煮飯咧，邊個煮啊？姐姐，你係你煮嘅？我自己係啊。你自己諗或者婆婆，姐姐今日我想食啲乜嘢，你先煮啊？或者你自己諗啊？哦，我自己諗。自己諗嘅，OK。咁嚇，平時係買餸同婆婆一齊㗎嘛？係啊係啊，我嗯同婆婆咪一齊。，OK，係點數啊？呢個你自己有間房，或者你同婆婆 share room 啊？我以前係點出嚟同婆婆一齊 我 share 同婆咯。婆 share OK。咁貓貓咧，你唔使餵佢食嘢啊，清潔佢嘅地方啊，都要嗰嘅。個好多嗰個污糟嗰啲料啊，嗰個個兜嘛嗰個，係，梗係哦，嗰個好叻喎佢，唔係嗯嗯嗯。係大日子哦嗰個貓。，OK，OK，姐姐點解你就得4年你唔續約嘅？我以前有個 BB 好細個㗎嘛，哦，你我個女，我嗯嗯，先生叫我返嚟，我以前哦，同先生一齊，而家我同先生分開㗎嘛，分哦咗。，OK，所以你而家係離婚係咪啊？係啊係啊，哦，離婚。離婚，OK，sorry，所以你而家離婚嘅，唔係結婚，OK，你做婚嘅，好，咁你嘅2個小朋友揀你或者揀你之前個老公同你一齊嘅？跟我跟好，我。好，所以你而家要努力賺錢啦，俾佢哋讀書啦，係咪？嗯啊嘛，係啊，因為single mom 嘅，OK，好明白。跟住嗯，你翻印尼啦，跟住你2年喺印尼，跟住你又嚟香嚇港，香港邊度啊，姐姐？喺 Clearwater Bay。哦，Clearwater Bay，OK，做咗8年係咪呢個一個老闆？啊，好，你照顧係咪 BB 啱啱出世同埋婆婆係咪啊？係啊，我2年係照顧婆婆，跟嗯。住嗰個三婆係帶咗㗎嘛。哦，OK，所以你照顧 BB 嘅，所以你照顧 BB 嚇，應該6年啦、5年到啦，係咪啊？照顧 BB，哦，OK，嚇，啱啱出世到5歲、6歲到啦，係咪個 BB？係啊，明白，OK。咁我個之前個婆婆健唔健康啊？佢都健康嘅。健康健哦康。，OK。咁你跟住咧，你係咪同婆婆或者同 BB 瞓啊？呢個我自己自己有間房嘅。有一個我間房，我自己瞓覺咯。嗯。BB 晏晝同佢瞓覺，夜晚同佢媽咪爸比佢瞓覺咯，個 哦 BB。，OK，所以你都要照顧。不過婆婆佢識自己去沖涼啊，去廁所都識自己搞掂嘅，係咪？OK，所係啊，以最主要咧，你照顧 BB 即係話佢飲奶啦，幫佢沖涼嗯，啊，換尿片嗰啲嘅。係啊，係啊。咁如果婆婆復診咧，姐姐使唔使帶埋 BB 一我齊去？佢媽咪唔使返工咯，
我叫媽咪睇嗰個 BB，我帶婆婆翻工。睇醫生啊，咁哦樣，OK OK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叫太太請假啦，因為要送婆婆去醫院嚟復診。哦，明白。咁買餸咧，姐姐買餸你自己買或者同婆婆啊？平時同婆婆嗰啲係一個禮拜一次同婆婆一齊買餸。如嗯，果婆婆唔舒服啊，佢唔係幾好啊，我自己買餸咯，同 我自 BB 己開。同 BB 一齊買餸。BB 喺屋企好快啊！我買餸係行口嗰度計時好快，唔嗯，使半個鐘翻嚟啊計哦個 ，OK，所以 BB 所以 BB 婆婆睇住嘅，如果你買餸。嚇，哦，OK，係啊，不過婆婆都好精靈啦，係咪啊？佢都好精靈係啊，咧。OK OK，咁買sorry 煮飯咧，你自己諗或者婆婆諗啊？呢個自己諗。你自己諗嘅。好 OK，姐姐咁 BB 有陣時夜晚如果佢要起身啊，或者想飲奶啊，你會起身或者提提先生整奶粉俾佢啊？我以前同先生同埋個太太分屋㗎，佢係上邊，我係下邊。哦，明白。所以你姐姐如果夜晚你同婆婆姐姐嘅，咁佢夜晚 啊，係啊，BB 同提提先生翻自己屋企。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咁樣嘅，所以如果朝頭早提提先生翻工，打埋 BB 嚟屋企先，買低 BB，所以你照顧 係啊，BB。哦，咁佢係咪食完飯先翻上自己屋企啊？係啊，一齊食飯嘅。食飯嗰啲係就係上去咯。哦，咁樣，OK，明白。姐姐，我想問你驚唔驚狗啊？唔驚，但唔驚。係好大隻嗰啲我好驚。哦，大隻驚嘅，貓唔驚啦，係啦，因為你之前啊，都照顧貓啦，係咪？啊，嗯，係啊，姐姐，而家之前你做咗8年，點解你唔續約啊？我以前我媽媽唔係幾好噶嘛，而家我媽媽走咗啦。哦，sorry，所以你做咗8年啦，因為你媽咪都身體唔好啦，你要睇下佢，嗯，探下佢係啊，先。而家媽咪過咗身啦。OK，咁如果係啊，你香港邊個照顧你嘅仔女啊，姐姐？我阿哥哦而家佢大個噶嘛，而家佢跟爸爸。哦，OK，你個仔揀爸爸。係啊，而家跟爸爸。咁你同埋我你個女咧？兩個都係仔啊，哦，兩個都仔嘅，兩個仔都揀爸爸而家。一個係跟我阿哥，一個係跟跟爸佢爸爸爸。，OK，細個嗰個係啊，跟你阿哥嘅。哦啊係啊，喺呢度係。明白，OK，好，唔該晒你姐姐，唔緊要啊，加油啊。好，OK，OK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